好高興今日同大家聚首一堂，一同見證各位青少年成員獲得支部最高獎章嘅時刻。本年度地域一共有164位青少年成員獲獎，其中考獲金紫荊獎章有139人，總領袖獎章有20人，榮譽童軍獎章有4人，貝登堡獎章有1人，整體表現優異。考得獎章嘅每一位成員，相信你哋都經歷過無數嘅挑戰同埋考驗，當中必定有唔少嘅挫折同埋磨練，要堅毅不屈先可以完成整個考驗，獲得支部最高獎章榮譽。今次獲獎並唔係你哋童軍旅程嘅終點，期望各位能夠繼續向前，考取下一個支部嘅獎章。在此，我特別想向各位領袖同家長致以衷心嘅感謝。領袖們用心嘅教導，從技能到價值觀，一點一滴塑造出今日自信及有責任感嘅童軍成員。而家長們喺背後嘅默默支持，喺子女遇到困難嘅時候嘅積極嘅鼓勵，令到各位成員都更有自信向前邁進。多得領袖及家長們嘅支持同陪伴，一眾童軍領袖最堅實嘅後盾。去年大埔嘅火災悲劇，令到我哋學識珍惜身邊嘅人同埋事，即使個人能力有限，我期望各位童軍成員都實踐對別人要幫助誓言中嘅一句，令到呢個城市變得更加有愛、更有人情味。在此，希望大家在未來日子裏邊，繼續保持積極樂觀，追求更高嘅目標，繼續學習、成長同服務社會。在此，祝願各位繼續生活愉快、身體健康。多謝各位。多謝會長，慶會長就座。